来看前总统蔡英文落任以后第一届访问欧洲，早暗已经出发，按算明仔会先伫咧捷克公元2000的论坛来演说，才可以拜访这欧盟总部。不过英国媒体就报道，英国的外交部捌要求蔡英文慢车来访，并且因的外交大臣访中国受到刁难。 向镜头微笑，一手致意。前总统蔡英文12暗时坐飞机展开8天的欧洲访问，也是伊今年5月卸任了后头一届出国访问。这时先出去的捷克公元2000论坛发表演讲，分享台湾民主经验。捷克总统帕维尔、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这些政坛重量级的人物拢会参加。蔡英文嘛规划去欧盟总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并会见欧洲议会议员。这是创下咱国卸任元首的首例。另外传出伊也要搁去法国访问，暗过无得到证实。 总统好。英国《卫报》独家报道，英国外交部要求蔡英文延后去英国，以免伫外交大臣拉米访问中国进前，吸到中共敏感的神经。蔡英文办公室回应，各国的邀访是以整体规划安排，相关的行程会伫适当时间对外说明。 欧洲最近几年，它其实也非常的重视，希望说能够在印太安全上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过去这1年，包括英国、法国、德国、荷兰，他们都派军舰到台湾海峡来航行。就伫蔡前总统出国前，中共辽宁号航南舰队驶入巴士海峡附近海峡，预判可能进入西太平洋活动。中国商务部是预告要就台湾对中国贸易限制构成贸易障碍研究进一步的做法。刘委会对这件代志正式抗议，表示一直用经济胁迫会引起台湾人民的反感。中共就是将经贸当成政治武器，胁迫我方接受其政治主张。那政府相关机关也已经进行过沙盘推演和预做准备，请产业界和国人放心。 行政院经贸办是呼吁中方停止用政治干涉国际贸易，应该遵照 WTO 协商解决争论，甲咱方进行沟通，唔通变做破坏贸易秩序上歹的示范。记者综合报道。